主后2022年9月13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宝贵的活着。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，咱来对第1节做伙读到第10节。所以，着弃杀一切的歹，一切的诡诈、假好、嫉妒，甲一切的诽谤。着亲像拄出世的婴仔，真爱顺的属灵的年，互恁通成长到得着救。因为恁已经有担着主的仁慈，着亲近主，伊是活着。虽然互人弃杀，毋过受上帝拣选看做宝贝。恁嘛着做活着，互上帝用来去做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，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，是受敬宝贵的触角石，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。这块石对恁这个信的人是宝贵的，毋过对毋信的人是去除师傅所弃杀的石，已经诚侪上重要的基石。伫别位有记载，这块是絆脚石，是互人绊倒的石，因毋顺坦道理来绊倒是上帝的安排。毋过恁呢？恁是受拣选的种族，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圣经讲，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伊的子民。恁前无得到上帝怜悯，现在得到伊的怜悯。以上，宝贵的活着。接续顶一段的经文，彼得伫遮鼓励当当时的基督信仰群体，爱排除一切歹代志，无搁讲白贼、偽善、嫉妒，也是讲人的歹話，搁较无迄纯正的属灵的呢，就是上帝的真道。上帝的话语，就亲像母乳滋养婴仔，会当养饲信徒，互信徒的性命逐渐成长。彼得提醒兄弟姊妹，爱亲近耶稣，学习主的性命。虽然耶稣互人厌恶、受人迫害，却是上帝拣选宝贵的活着。信仰群体也是上帝拣选宝贵的活着。相款，会当面对厌弃甲歹款待，总是信靠上帝人未至高见效，要受起做诚侪属灵的圣殿。彼得鼓励兄弟姊妹爱准备家己面对各种挑战，看重家己是宝贵的活着，毋是师傅所弃杀的石头，搁无甲基督看做絆脚石。信仰群体靠耶稣顶头生，有对上帝来的性命活力，无用款式，财富做瓦壳的苗条，是用基督做触角头的石，诚侪上帝厝的建材。彼得鼓励信徒做上帝的子民，爱承受祭司的职分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讲，恁嘛着做活着，互上帝用来去做属灵的殿，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上帝的儿女
延续祭司的职分，毋但是一份的礼物，搁较是一份的责任。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属灵的祭物，来宣扬伊奇妙的作为。今仔日的咱，也着求上帝帮助咱，伫社会甲教会中活出祭司的身份，献上蒙上帝悦纳的祭物。伫生活中，咱献上甚物做祭物？咱的生命是毋是有见证基督？基督信仰，互人真实经历上帝恩典甲慈爱。若是生命旅程中的酸甜苦险，拢互人搁一摆经历耶稣倚靠上帝，咱着较无上帝话语，互耶稣成做咱生命中宝贵的活石。今仔日，每一个基督徒也拢是宝贵的活石。总是，咱是毋是较无上帝话语呢？上帝话语是互基督徒成长勇壮属灵的呢，会带互人生命的力量。身为基督徒，咱是毋是要持续追求真理，还是掠做家己拥有真理，看家己做对，掠家己的想法论断一切，煞袂记得上帝的怜悯？基督徒所宣扬的信息，是互人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的福音，毋是互人对光明落入伫黑暗的祸音。虽然伫追求信仰的道路，基督徒无通避免会拄着黑暗暝，就亲像耶稣夜捌互讨厌、互误会、互陷害、互厌弃，总是伫这个经历中，上帝亮光会帮助咱看见伊的美意，互咱不断心意更新，会当活出新的生命。默想，安怎才会真侪属灵圣殿宝贵的活石，通伫即中间做圣洁的祭司？安怎才会真侪属灵圣殿宝贵的活石，通伫即中间做圣洁的祭司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愿你光照我，互我搁较认捌你。搁求你帮助我看见你的美意，互我心意更新，活出得你喜悦的新生命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